今日 Lala 行街睇樓嚟到葵涌和宜合道打磚同街交界，介紹全新24小時數碼工業地標 iCity。入到嚟 iCity，梗係先介紹10000尺嘅園林空間啦。喺呢度工作，有一個輕鬆休息嘅地方，充完電再返上去努力工作。呢一度每一個設施都可以俾租戶用交管理費儲分嘅方式去租用，交管理費之餘又可以儲分用得返，真係一舉兩得。介紹完樓下嘅空間設施，跟住就係帶大家上去睇下啦。呢座打破傳統工廈嘅數碼工作室，出租率有90%半，而且租客多元化，有 IT 服務、AI、民生、畫廊、音樂創作等等，即係各行各業都有啊！我哋先睇一個冇裝修交樓標準嘅單位，一入到去，每一個單位樓底都極高啊！而每一個單位都有佢自己嘅獨立廁所，而且廁所仲相當之大啊！因為佢係一個24/7開放式嘅工作室，所以好多人都會喺入邊放埋洗衣機，而發展商亦都預留咗一個位俾你做熱水爐。跟住我再帶大家去睇下幾個裝修咗有創意嘅單位。每個單位都做咗2層，大家可以不妨參考一下㗎。頭先講咗呢度出租率大約90%半，租金參考大約12,000至16,000，尺價大約31至35蚊。今日條片就介紹到呢度，你哋對呢度有啲咩創意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如果想約睇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拜拜。